多位？而家幾多分？幾多比嘅？44比嘅。46比26啊，46比26。白色32塊。就你冇俾我投訴好啱。8秒進攻。神秘嘅2分。跟住後仲喺進攻時間6秒。應該10幾46比29。本節時間剩餘8分鐘。48比31。進攻時間17秒。我覺得有啲似係兩個大 A 大 B 可能亞洲聯賽。8秒進攻。佢清嘅嘅。本節時間剩餘6分35秒。聖保羅係鬥，我明。通常啲朋友都係鬥，就好似我哋頭先。就好似係，所以就係。我睇下翻嚟咯。你邀請佢打，夠人㗎嘛？叫跟個8月份4個咋？係啊，冇望到。300以後啊嘛。唔係，咁我哋300以上嗰啲又借啲俾佢，有3、4個。本節時間剩餘5分25秒。變咗係咁樣可以打。
48比34。剩翻仲有幾多分鐘啊5分鐘，本節時間剩餘5分鐘。你波出嚟50比34。本節時間剩餘4分30秒。喺時間走到50分，喺3分喎，只有60分都係。白色5號兩犯。上晚幾點瞓？3點，多12點。如果我要做功課，12點先教，做完已經好撚攰，想打機。我都打完機都，仲有忙咯，呢個成個唔夠減得咁。請咯，之後我幫你做啊，收你1000蚊。好，我咪收900，收下9先。黑色0號3犯。佢最衰我唔識啲高方咯，跟住唔識啲，識嘅話咪可以請佢，要截晒佢，咁你即刻去打下場啦，可能佢優溫嗰度 OK，佢唔使做遊戲嘅，因為我放緊教佢。慢慢同我一睇住52比34。本節時間剩餘3分11秒。其實已經諗到咁做，科里啊！咩啊？佢哋我哋搞整隻 game 啊嘛，嗰啲類似party 即係52比37。即係party 玩，即係打即係好似頭把嗰個獎門人天飛上。科得練習。黑色0號4犯。同埋我哋攞到第1名嘅話有3000蚊。係點樣為之解？即係我哋而家做嘅嘢全部都係孩之寶版權嘅，但我哋唔可以試入俾其他人聽。本節時間剩餘2分20秒。咪有晒 Hasbro。咁樣睇對 Mr. 成隊對手咁好。本節時間剩餘2分鐘。本節時間剩餘1分48秒。本節時間剩餘1分38秒。唔使幫手啊！我哋未講喎，點樣為之？咩啊？點樣為之贏啊？第1名我哋成班30幾條友，因為佢會揀10個嚟做 top 10，如果10個當揀第1名，第1名、第2名、3名咁之後嗰啲又或者好似冇人有，揀第3先、第2名先、第3名跟住。如果你中咗獎，會攞嚟做咩？我會拎嚟頸槍，係一個好似第1個，一個。本節時間剩餘1分鐘。我諗咗一個係兩個人帶，兩個人都會帶住個籃冠，跟住互相問問題。
本戰時間剩餘40秒。咁邊個錯咧就可以拔走對面皇冠嘅一粒寶石。咁當3粒寶石俾人拔晒咧，個皇冠就冇水晶裝唔到。30秒。跟住就會最終跟住就會留到個人成球都係死。要之後睇。先去睇佢。18秒。係紫色嘅。14、13、12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0。